气甲是死人，迄棺材就要磕落来，啊，搁咧气，是毋是安尼？袂使安尼哦，是毋是？咱若爱听好话，以后无人甲咱讲，人会讲好话互你听。你爱听好话，我惊你生气，所以我拢爱讲好话互你听哦。毋知影讲老实话吼，原来较歹听啦，口口良药啦，忠言rig语啊，是毋是安尼？所以呢，咱今仔日爱听，用啥物听？目睭用啥物看？食用啥物看？用心食饭，哪食哪讲话。哪食哪看东看西，哪食哪听有无？咱咧食饭，哪食哪看讲话，哪看电视，一心好几用。咱今仔日爱一心一意，一心一意就是道，一心一意就是道哦。啊，咱咧修道哦，大家甲家己讲我咧修道哦，一心一意专一，他都讲诶专一啊。所以呢，今仔日听班爱听日理，听班爱听日心。也是爱心不在焉，听你心嘛，爱家己要调，所以呢，今仔日无下道，无下规矩，咱今仔日拢毋是道，所以咱择其善而从之，咱来了了分明，啥物是我行的路，啥物是我无爱行的路，我无分别咯，但是我敢若如如不动，清清楚楚，了了分明，我知影我要安怎做，我睇着人甲我叫，我家己的代志啊。对毋对？我睇着人甲我教，我家己就会晓啊，我家己爱学啊，拢毋免人来甲咱教。自性灵性万法，家己拢会晓去发挥哦。只不过咱因为就是卡了太深咯，所以咱袂当顿悟，咱爱渐修啊，渐渐啊修，不要紧。老师讲不怕站，只怕向后转，对毋对？毋惊慢啊，惊你安怎？惊你向后转。所以咱今仔日毋通向后转，坐好好，老神在在，老神在在，老神在在。所以呢，最后5分钟，后学做一个结论。结论，佛甲咱讲，万法由心生，万法由心灭，是毋是安尼甲咱讲？千斤万点，千斤万点，其实仙父圣人讲遐尔啊济啊，拢无离开着咱扎地哦，互较一再明确哦。正心才能够修心，正心才会当真真正正回向咱家己本来的真面目。正心，咱才会知影咱即条路要安怎行。咱转去的时阵，咱知影要安怎转去，毋免叫师公来带哦。毋免叫尤经理来带啦，无啦，尤经理是带一个形式尔哦。你敢知？你哪会家己带家己哦？自己靠家己哦。靠啥物人拢袂使，头出迄个讲师讲的啊，靠山会倒，靠人会倒，靠家己上牢靠哦，爱靠家己哦，所以呢，咱来知影，心就是咱的根本。要求解脱，由心落去下功夫，落功夫。所以咱等下要创啥物代志，咱拢爱注意，咱的规矩代表咱今仔讲话代表咱，食饭、困拢爱有道哦。所以互项也去人个有诶道场，人诶规矩，人诶秩序，人诶种种，伊一饱嘛，有食无？有啊。咱表现道诶一个啥物属性，道诶一个貌啊，道貌，迄个味较会出来呢，迄道味较会出来呢。所以各位浅显，咱若要互咱学了赞，互咱学了正，互咱学了棒，咱来安怎？好好啊，为自己诶心互心来去调哈。即个身躯伊就乖啊安尼咱敢知？知吼？咱嘛互喊呢。最后，咱放一条歌，来甲咱逐个做最后的结。杨敏。放这歌，等下咱逐个向相对唱来唱大声，等下
饭食较济。咱今仔日吼学大学学姓名，咱今仔有要做圣人无？有无？有要做君主无？有吼。外后这种啊，会当讲这个时阵就是上乱的时阵，外口足乱，社会乱，国家乱，但是咱的心袂当乱，是不是安尼？不管外口做风灾，也是要做水灾，也要做啥物，咱拢爱安怎留心在在，安尼吼，互咱呢，利用最后用这条歌，来甲大家来做一个鼓励，那么互咱呢，因为嘛是一个初学者，自细汉虽然讲伫道场安尼，甲大家安尼共修共办，但是呢，所学的有限，有足侪嘛是有足侪不足，那么呢，盼望咱互咱呢，盼望咱大家互咱如果有讲到无不足的所在，也是有讲到无讲毋对，就是讲毋对也是不足啦就是讲浅显，甲咱互较指正互咱互较呢会当伫咧学习学习的这条路，会当安怎，搁愈侪会当物心得会当甲大家会当共学共勉励互较呢就讲到遮，敢12点嘛，应该12点嘛等要食饭互较就讲到遮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会当欢喜充满，安尼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大家。谢谢。感谢讲师慈悲，前道鞠躬，坤道鞠躬。现在咱对于小弟大家刚讲一张出来鼓励，请坐下。对前现现在呢，咱有3点要甲咱报告第一点就是讲，请咱注意前咱便当摕着便当以后呢，咱要离开这个座位才离开。第2点呢，就是讲，咱班结束，咱下晡转去要加摕便当的人，伫个12点15进前呢，来到这个所在登记。第3点呢，就是讲下晡1点开始，请注意前呢，
伫个12:55以上咧，互学咧报告完毕。咱即摆要登记诶咧，会使来即个所在登记。